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4月初4公司台早起新闻，我是李婷。节目一开始，咱先来关心，昨国内又搁增加9个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其中有7个是对境外移入，2个是本土个案。那本土个案有1位是翁婿对美国转来，也是采检这位患者的翁婿。另外1位是去互确诊的社区保全画到的。国内再新增加9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指挥中心宣布，这确诊个案内底有7例是境外移入，2例是本土病例。指挥中心讲，这2例本土个案最近拢无出国，其中案例343例是60岁女性，翁婿伫3月17对美国转来台湾，伊3月20出现扫流鼻水这症状，不在24到28期间做摆看医生，第3日搁再叫医生看，就收伫带医采检，伫初3确诊。那他是有自行服用成药啦。那24号未改善，某诊所就医。27号就因为症状持续，所以他去看中医。而案例347例是初二公布的案例336例接触者无出国，捌伫3月19甲27甲案例336例接触过，24发病，摆2摆去看医生无缓解，3伊搁再看医生就收伫带医采检，即阵已经掌握相关接触的人有37人，其他继续拢掌握中。因为是在以后呢，也我们在检视这样的一个监视器，他们大概有，应该说就有20分钟左右的一个交谈，主要他们好像也一起做团购，交谈的时候也都双方都没有戴口罩。而连续2天的确诊个案中，拢有个案甲欧捷旅行团有关系。初2是案例338例，初3是案例341例，伊是进前确诊案例338例的家后，3月初5到14参加欧捷旅游团，3月25伫厝隔离期间陆续出现落屎症状，因为是食歹腹肚，因为无其他发烧的症状。3月30心脏问题登叫医生看，医生问伊旅游甲接触的情形，马上采检，第31通报初3确诊。针对这个症状的认知，比较不一样了哈，就是说，因为他这是有腹泻的一个症状，那以为这只是吃坏东西这样。指挥中心讲，欧捷旅游团总计17人，已经有6个人确诊，其中1人死亡，2个人住伫监护病房。指挥中心已经予其他的11例伫厝隔离的人全数采检，结果发现有2个人无症状，确实出现肺部有问题，已经予因紧急带院。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疫情滚价，桃园就发生居家检疫的民众伫处理过身的案件。西区的查某人和姓吴的翁婿，顶个月底对日本回国，原底是爱居家检疫到15。昨区公所的李干事却联络袂到因，和警消破门入去，才发现翁仔某哪像伫厝内烧炭，2个人已经无开。住伫桃园市桃园区姓吴的查甫人甲姓区的查某人，顶个月底对日本转来，有加15解除管制。不过2个人伫昨却是无接电话，警方调看监视器，发现2个人昨一天拢无出门，感觉真可疑。马上甲里长、甲李干事会同消防处处暗头甲门锁破坏，进入去厝内底，发现这对翁仔某死伫厝内底，伫厝内有烧炭情形。住伫大楼内底民众讲，唔知影大楼内底有伫厝检疫的人，也无理解为安怎伫厝检疫的人要自杀。因为我们这边有分 A 栋跟 B 栋嘛，所以想要问一下，不知道是 A 栋还是 B 栋。就你听到这个会很压抑吗？蛮压抑的。为什么居家检疫要轻生？没有听说啦。因为平常上班可能回来都晚了，公布栏是没有特别注意。桃园市长陈文灿伫面册打出文章讲，希望社会大众援护伫厝检疫甲隔离的民众，更加大的关怀甲支持，陪伴因度过这14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日报纸拢报什么大代志？头先是中国时报，湖北的武汉市原底按算初8要解除封城，开放对外交通。不过因为当地出现无症头的感染者，佮有已经好的人出院了，佮验着病毒，所以会继续进行社区的防控措施。再来是《苹果日报》，桃园市龙潭有一位32岁细汤的查甫人，昨日半暝驶电动汽车特斯拉的时，那像因为落雨时速歹，佮驶伤紧，转弄到安全岛，车随着火，警消甲驾驶救出来时已经无开。再来是《联合报》。前面人家红认为是风景的关键，随望陪望的人数变少，不过各地头景点人煞差，游客根本就无法度保持1公尺的社交距离。
武汉肺炎疫情是真严重，台北和新北因为季节温，敢爱强制挂喙罨，最近就是一直呼吁中央政府要爱明确公告。疫情指挥中心就宣布讲，对昨开始季节温就爱挂喙罨，若是讲袂听的人，上当会当罚15000块。台北市、新北市的这群一直对中央讲，坐捷运甲公车爱强制戴喙罨，爱中央公告授权。指挥中心初三正式宣布，初三起坐捷运爱戴喙罨，若是该口劝唔听，上悬的罚15000块。如果没有戴口罩的话，我们也予以劝导。如果没有劝导的话，我们大概就会处分。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应该是3000到15000。3000到15000。如果遇到有旅客忘记带，或是没有的话，他们会先辅导他们在他们邻近的这个便利商店来购买。原本台北市政府坚持等4月初9 14天，用买9月喙罨的新制度实施了后，这个全面强制坐公车甲捷运爱戴喙罨，而相关的法则爱中央授权。而这阵定案了后，台北市交通局宣布，台北捷运的全力配合。新北市协商以后，两市会做统一的公告。所以我们希望 CDC 只要一公告，我们就马上立即实施。台北市呼吁中央限制对欧美回台民众集中检疫。这阵台北市确诊案例是全台湾上多，自处检疫人数也大大上升。台北市健康关怀服务中心初三正式发动防疫维护服务，由退休护理人员协助市民。7、8通的电话，那大概都是以询问小孩还是有陆续要回来，特别美国现在的疫情还蛮严重的哈，所以要回来到底是要住家里呢，还是要住旅馆？新北市地处检疫人数8394人，市长指出，无听话拍走的有76件，花了700多万，这阵也提出重罚，防抓到无配合的爱送去集中检疫，确保防疫无空碰。记者自鸿报道。喙罨即摆是真珍贵，毋过挂过喙罨就毋通乱拼。环保署伫顶日宣布讲，若乱拼喙罨的罚金是提悬到3,600起跳。高雄市环保局嘛宣布讲，会伫咧车头的出口、病院附近埋伏客闸。台北市政府也提出讲，要用罚金的3成来当做检举的奖金，希望大家会当保持环境卫生。车头的旅客出入入，有的人结束行程了后，就想要甲刮出无捌拄过真侪人的喙罨，赶紧等落粪扫桶。不离个清洁人员讲，大家拢会伫咧车头的4颗位啊，发现黑白乱弹的喙罨。我们是没办法看到说是谁丢的啦，因为我们捡到的话都是在路边的，口罩都会有1、2个就丢在路边这样子。环保署初日已经宣布，黑白弹喙罨上加罚金拄1200块，提悬到3600块，若是各犯就罚6000块。高雄市环保局嘛针对大众运输车头甲病院4颗位啊，拄即马开始宣导甲稽查。就是会有稽查人员在外面就是埋手的行为，那只要看到民众随意的丢弃的话，那就是没有这个行为是不经过劝导，会直接做开单告发的动作。高雄环保局表示，一天会排5点钟至8点钟来稽查。不离个民众嘛表示，毋拿车头病院，公园嘛常常看到黑白弹的喙罨。一出来脱掉就拿乱丢啊！走没几步就看到了，因为现在很少人会去密闭室的，都大部分会聚集过来。我是觉得这个也是要加强管理吧。对啊，因为尤其是小朋友那么多。因为疫情的关系，互搁较侪人去户外场所，并就希望环保局爱加强稽查公园。台北市政府同款拄即马开始加强稽查，不离个为着鼓励民众检举，搁设实际罚金30%来当做检举奖金，每一家检举成功会当领1080块至1800块不等。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伫咧全球的确诊病例，今仔日已经突破109万。欧洲是目前全球疫情上严重的区域，有超过4万人是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来死。土耳其伫咧初三嘛，佮加2700多例确诊，创下单日的新高。即马目前咧病例已经突破2万例。伫咧法国嘛宣布讲，过去24点钟是加5300多例。连续2日拢是单日新增的死亡人数嘛破1000。En ce qui concerne les résultats des tests de recherche du virus par PCR, nous avons désormais 64 338 cas confirmés, soit 5 333 cas de plus.
法国疫情快速上升，即阵总确诊病例将近65000人，总死亡人数超过6500人，而且连续2天，一天的新增加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而确诊病例数大大增加，也有土耳其，过去24小时新增加2700多例，总计确诊病例超过2万例。土耳其总统埃尼都安宣布，20岁以下甲65岁以上民众暗时袂使出来，也封闭国内大城市的交通。Bu gece itibariyle ülkemizin 30 büyük şehri ile akciğer rahatsızlıklarının sık görüldüğü Zonguldak ilimizi belirli istisnalar haricinde araç giriş çıkışına kapatıyoruz. 土耳其第3月11才通报头一个确诊，不过短短20多天病例数大大增加，互医疗器材、病床甲医护人员拢无够。有土耳其专家警告，照即阵的速度，病例数10天内达到30万例。欧洲是即阵全球疫情上严重的所在，已经有超过4万人因为武汉肺炎死亡。东西区意大利初三宣布，新增加4585例，也有766人死亡。意大利连续5天新增加确诊病例数维持在4000多人，证明官员所讲的疫情有较稳定。而德国总理梅肯尼初三结束特殊隔离，并且回来总理府工作。不过，伊呼吁德国民众，互活节留伫厝内底卖出来。Ostern, das ist für Millionen von Christen der Kirchgang. Das ist der Ostersonntag mit der ganzen Familie, vielleicht ein Spaziergang, Osterfeuer. Das ist für viele ein kurzer Urlaub an der See oder im Süden, wo es schon wärmer ist. Normalerweise, aber nicht in diesem Jahr. 梅肯尼也指出，即阵德国疫情依然真严重，所以放松抗疫限制说法是无负责任的说法。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按算伫咧今仔日的早起10点发布3分钟的空袭警报，要纪念因为新冠病毒死亡的人。不过疫情目前还在拖，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已经破109万例，死亡的人数嘛超过5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病例有81000多例，台湾昨搁加9例，目前有348例，香港有845例，日本有2600多例，南韩要超过1万例。美国是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超过27万例。欧洲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拢超过119000例，德国有91000多例，法国65000多例，英国有38000多例。中东国家伊朗是53000多例。顶日观光局的员工去接机刷染病事件，交通部是表示讲，观光局局长周永辉是已经自请处分。周永辉是表示讲，家己的管理是有疏失，嘛会听候交通部公布这调查结果，会承担所有的责任。观光局发生员工接机为着病毒事件了后，主任秘书被降职，机场服务中心主任也被撤换了后，交通部长林佳龙讲，观光局局长周永辉伫初日暗时向交通部表达，讲家己督导有疏失，请求处分。观光局周局长也自请处分，好，这里面确有疏失，好，那是刻意的隐瞒，还是说因为沟通不良，好造成资讯的落差甚至错误？我们会在厘清之后呢，再进一步来追究责任，那要给社会一个很清楚的交代。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的接机的情形，确诊的观光局员工在2点12分接到观光局官员的号示，2点25陪同到发烧检查站，2点29到通关柜台，随后查验证照，2点35分出海关，2点39分到3点37分到店伫机场啉咖啡，一直到3点51分才送对方上因老爸车。甲公务无关系接机，还员工甲5岁囡仔去为着病毒。交通部对外宣布，观光局长周永辉请求处分。周永辉回应，督导不周，首长是概括承受。好好的得做行政调查，如果我有什么责任，我个人绝对不会回避哦。那我想说，诚实负责本来就是我的理念。无讲是毋是要细节，周永辉只是强调会负责。现阶段会全力进行观光纾困和业者相关业务。而对着周永辉到底是甚物款的处分，交通部讲这要看后续调查状况。周永辉确实有行政责任，后续召开临评会讨论定处。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实行买喙安爱签名坐2点空了后，各种的政策是互人真懊恼。总统蔡英文嘛，伫咧顶日有讲到讲，要捐1000万题喙安，互疫情严重国家的医护人员，也得到网友的响应，发起捐喙安运动，讲安尼会使帮助咱台湾有实际的外交。
在期待数字提回数后，加上身份证字号后边写的号码，佮提出汇单付钱领喙暗，过流程只用1分钟。喙暗是命在1.0上路，透过上网络有买，超商交钱提喙暗，省真侪时间，即马进入第3波有买。毋过，依然有真侪人认为无方便，甘愿去邮局排队，年假期间邮局外口依然排甲长长的。很不方便啊，我觉得很不方便。所以还是希望是说现场排这样。对对。总统蔡英文也保证有能力会捐出1000万批喙暗予疫情严重国家医疗人员，传达台湾 Can Help 的精神，得到网友响应，其推特发起捐喙暗运动，建议未来喙暗4.0版本应纳入捐喙暗的选项，支持政府做喙暗外交。有网友留言支持行政院政务委员邓鸿也留言，表示建议收到，感谢贡献。我支持啊，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的，还蛮棒的啊，不要疯抢啊！我觉得如果不用疯抢的话，大家慢慢这样排也是排得到。民众还是要排队，还是有一个限制，而其他的我们可以捐给国外。我是觉得这应该是第二步的计划。邓鸿上传影片，亲身测试超商提喙暗，加倍推出小杯喙暗的新功能。是否预定下期口罩？这边预设是是。第一份小白单就印出来了。接着按下续订按钮。领喙暗一个人上线，有买100个，只需要55秒。过程中虽然需要插入健保卡，不过强调未显示个资或者是看医生的记录。这新功能按算4月底推出。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超过27万例，那为着要防止这疫情继续传，美国总统川普嘛建议民众出门会使挂喙暗，确保家己的健康和安全。另外，因为美国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7000人，美军嘛当咧传10万个低尸体的袋仔要应急。Took it this morning, and I took it. It took me literally a minute to take it, and it took me, I guess it was 14 or 15 minutes. I went to work. I didn't wait for it. 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第2摆新冠病毒快速检查报告，讲15分钟内底将知影检测结果，强调家己无畏着病毒。不过，美国国内疫情却是一直恶化。路透社引用五角大楼官员的消息指出，美国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要求国防部提供10万个尸体来应急。这波疫情也影响美国人对着大喙暗的观念。川普政府也正式订定新的防疫做法的指引，建议美国人出外时爱大喙暗，减少新冠病毒的探位。总统川普更加是引用国防生产法，指定上大喙暗的厂商 3M 公司来生产，同时协助企业增加生产病人真需要呼吸器。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e social distancing and washing your hands. And we don't want people to get an artificial sense of protection because they're behind a mask. Because if they're touching things, remember, your eyes are not in the mask. So if you're touching things and then touching your eyes, you're exposing yourself in the same way. 美国就业市场也受到新冠病毒真大影响。劳工部公布当礼拜数字，有664万人头一摆申请失业救助金，比前一礼拜330万人增加1倍，是近代上歹纪录。要换金融海中迄时失业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顶日来，香港电台用视讯来访问 WHO 的高级顾问，却因为讲到台湾，对方就切断信号，无爱回应。那毋过这香港官方是认为这个节目问的一寡问题违反一中的原则，要求身为总编辑的广播处长就爱负责。香港电台工会嘛发声明讲，表示这款的行为是影响到新闻自由。Would the WHO consider Taiwan's membership? 睇到台湾2字向香港去，这段香港电视台记者访问 WHO 高级顾问的片段，最近引起国际讨论。香港官方即马说事尾来追究责任。管理电台商务甲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定华表示，这部分的问题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也有香港电台约章。因为世卫生活顾问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香港电台是政府的公共广播，应该要有正确的日捌，要求总编辑的广播处长来负责。不利国工会表示，这是无理的指控，已经失去问问题的自由。提問呢一個動作本身點解就已經係違反咗一國兩制、違反咗一個中國嘅原則呢？我哋睇唔到嘅，佢呢一個動作係十分之破壞香港嘅新聞自由。
港大工会表示，即寡问题拢无带立场，而且无违反任何原则。邱定华即届追究责任是正罕哩快，是政治压迫。陆委会时表示，香港基本法予香港人新闻言论等等的自由，希望香港政府依法落实保障，无应该像中共共款，甲因压迫甲控制。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是天经地义的事，希望港府能够依法落实保障，并尊重新闻媒体的专业及编辑自主。The embassy has asked journalists to follow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and to not provide a platform to what it calls Taiwan independence forces. Taiwan is one of the success stories. 唔但港台，印度媒体嘛去互中国恐吓，袂当报道台湾要求加入去 WHO 的新闻。印度电视台佮特别做一个节目来反击。节目打开始就讲到台湾成功控制武汉肺炎的疫情，全世界甲台湾当作是模范。主播强调讲，伫即款紧急的时阵 ，WHO 应该结束对台湾无公平的对待。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武汉肺炎的疫苗研发，有的研究团队是对病毒的功能靶来做研究，有的团队是利用减轻病毒性来提升抗体。另外，还有一种是做活性的疫苗的，是要来防止武汉肺炎。政府疫苗头一摆出现是在1908年，正式使用是1921年。尽管效果因为地区无同，不过已经被列做防治气流的标准药物。美国纽约理工学院伫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研究发现，普遍有用政府疫苗的国家，民众患着武汉肺炎比例明显较低，所以想要试看卖观察政府疫苗防毒疫情的效果。It has what are called off-target effects, and what this means is that this vaccine is able to boost the immune system. It in fact trains the part of the immune system that's called the innate immune system. 其中针对病毒表面一种叫做集能靶物质，科学家认为是阻止病毒的关键。The spike protein is the major surface protein that binds to a receptor, which acts like a doorway into a human cell. Once the spike protein and the surface of the human cell membrane fuse together, the genome of the virus is able to enter the human cell and begin infection. 中国解放军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也协助业者进行研究，并且讲已经展开小规模的临床实验。另外，以制作婴儿用品加清洁用品出名的美国交生公司，宣布甲美国政府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合作，有计投资10亿美金研发新冠病毒疫苗。业者讲，今年9月就已展开人体实验，不过对着什么时阵会用较满意的成果来公布？生物科学界认为，1年半会有初步结果，拢算是相关乐观的期待。记者综合报道。清明连假若是当着儿童节，台北市的儿童新乐园人拢是吵。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虽然人无遐济，不过游乐园也有做侪防疫措施。另外，还有真侪民众也走去花莲和台东行打。饭店业者就表示讲，大房率大约有7-8成。你好，我们防疫期间请保持社交距离1公尺。要入去台北儿童新乐园，爱先排队磅体温。因过清明连假，佮加上儿童节，早起就有真侪家长佮囡仔人排队买一场。不过今年因为疫情佮天气的影响，人是减真侪。相较于去年的整年4天都是晴天的状况，所以目前观起来大概是到今天为止大概是5成。我们依照不同的游乐设施的特性来区隔不同型的游客来做分别搭乘。要互民众安心，儿童新乐园除了会磅体温以外，民众排队的时阵，佮要保持适当的空间，得连上游乐设施，佮要注意座位敢有符合社交距离的要求。像这个白天星期号，原本6排座的位，即马敢若开放3排尔。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人，因为毕竟是户外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喷酒精啊，都要戴口罩啊。做回来亲戚朋友会当坐伫同一排，甲其他毋是做回来要保持适当距离。所有的设施拢会定期消毒，互民众安心。北部的游乐设施人客变少，不过华东地区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模样。因为4天连假嘛，可以排比较长途的旅程，而且这里户外比较多，比较不容易那个。目前是我们个人做好自己的防护措施，甚至早餐的时候都有量体温才能里面进去饮食。就算台湾疫情也搁伫咧滚价，不离阁有真侪民众因为休困休时间，华东地区大部分阁拢是户外活动较侪，人客相对增加，陆续也被大房率表现嘛袂歹。前2天的表现都是蛮不错的，有7-8成的一个住房率。入住这个空间之外，我们都会帮客人量测体温的部分之外呢，其实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加强的消毒。
除了上基本的磅体温以外，业者针对游客较常使用的餐厅、大厅、游戏室等等的环境，全面加强消毒的频率。食饭嘛爱甲冷芳油大，就是希望民众伫连假出去佚佗的时阵，会当生甲真欢喜，健康嘛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北部地区17度到28度，中部地区19度到28度，南部地区20度到30度，南部地区18度到26度。这地区12度到23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李婷，咱再会。